来关心流感预防社，高端的这个流感预防社是和韩国的大公司合作的，不过最近是伫头表出有人就是无要做高端预防社。那疾管署伫昨昏嘛公布咱全国6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率，金门、台北市也个花莲拢是吊车尾，注射率差不多敢若3成。不过台北市的卫生局有提出资料证明讲，整体的注射率比去年同期是加1成以上。 民众必须来种流感疫苗，因为这季进入秋冬，流感的疫情嘛开始继续升悬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到今年10月25，公费流感疫苗已经注3337842筒。若是进一步看全国65岁以上的注射率，排头前的是连江县、彰化县、嘉义县，拢超过4成。不过金门县、台北市、花莲县拢大约3成，吊车尾。 因为天气很好，所以没有达到那么冷的情况，大家可能警戒心上就没有那么的强烈。在这2个礼拜的话，就打流感的它整个的数目是有下降，差不多1成到2成这个样子。今年流感疫苗有国光赛路非高端东洋4种厂牌，注射率拢已经破5成5以上。不过，这届公费的高端疫苗有未少民众拒绝，还有几个县市宣布校方无要做高端疫苗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几若届和卫福部对呛。台北市 都在4个面向的施打率都是比较落后的，市政府与其花时间在这边争辩这些事，还是赶快把疫苗分配出去，赶快把它施打完毕，这样才是正办。已经完成347638剂的接种，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，是完成了307302剂，所以今年比去年多了40336剂，成长了13%。民众的接种率是比较踊跃的。 另外，原本宣布高端疫苗无入校园的台中市，今仔却传出市立东山高中接到卫生所通知讲，疫苗无够，要叫老师改注高端，引起老师不满。我们的确一早就接获通知，我们对老师的品牌的选择有他自主的权益，所以现在就是改成赛诺菲之后，就让老师有自由意愿。高端我们应该是会找时间再缴回去。 疾管署讲，4种厂牌疫苗保护力甲安全性拢相像，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，有过11月中价可能会明显升悬，而且疫苗阁需要2礼拜时间才会当产生保护力，建议高风险的民众赶紧去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